最近直播咧，先至發現原來好多老友咧，對於點樣燉燕窩咧都唔係咁清楚嘅喎。今日一次過同大家分享啲乾貨嚇。先問問你啦，浸燕窩用凍水抑或熱水咧？嗱，唔趕時間嘅話咧，相信大部分人都會攞凍水去浸泡嘅。好似呢種高品質嘅燕窩啊，浸4個鐘頭啱啱好噶啦。記得用純淨水泡法喎，絲絲分明，好靚噶。咁如果你趕時間嘅話咧，可能就會有人攞熱水去浸燕窩啦。雖然1個鐘頭就可以泡發得好靚，但其實啲營養係流失得好嚴重㗎。即使趕時間咧，樂哥都建議大家攞40-50度嘅溫水去浸泡，大概1個半鐘頭就搞掂㗎啦。撕成燕條之後，一樣係條索分明㗎。嗱，夏天燉燕窩咧，我中意用陳皮水，潤得嚟啊，清爽好多㗎。煲好個陳皮水倒落燕窩機度，記得啱啱沒過燕窩就得啦。水太多咧，好容易化水㗎。燉煮20分鐘就搞掂啦，唔好燉太耐噃。嗱，你睇下晶瑩剔透，拉絲感十足啊！女人唔補好易老㗎，記得對自己好一啲啊！